有名的一个破拉货。这就是你的连二嫂王熙凤。连二嫂，哎呀，姐，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美人胚子，我今天才算见到着。要是宝兄弟在这，耶，这么个大喜的事情，宝兄弟怎么没来呢？随他父亲一同出府，尚未回来。我说呢，这么安安静静的，原来是混世魔王没有到。宝二爷来啦！从这里开始。好，老祖宗。宝钗呀，老祖宗。宝钗呀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有场戏文，有摆宴席，还在你恒芜园前送花生，你说热闹不热闹啊？多谢老祖宗，宝钗我真不该吧。真懂事，这里来。一个春天又过去了，这大观园花似谁生，还是扭不过季节。我们上了年岁的呀，也看不着几次花喽。哎呀，老祖宗，你看你讲的什么话哦？哟，你看哪一个来着？是黛玉吧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们老祖宗的眼力呀，比我们年轻人还好着呢。哎呀，黛玉快来！老祖宗，黛玉呀，众姐妹里说你写诗写得最好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你该好好写首诗，庆贺你宝姐姐生日，也送送花生，叫你宝姐姐高兴，也叫花生明年不要磨磨蹭蹭的，早一点来到大观园。
待人接物，这个人呐，比你们强得多。哟，原来我们老祖宗也喜新厌旧啊！这个人呐，真像牡丹花，富贵而不骄人，清香而不刺人。还有，我替你说了吧，一肚子学问，却从不外露；天生标致，却从不打扮。见人一笑，礼貌当先，遇事从容，乖巧持重，生成富态之相，主一生福寿双全。这么个十全十美的佳人，就得拿过有福的果儿来享受了。宝二爷来了，宝二爷来了。老祖宗，那边的戏文唱得太好了，那个演牡丹亭里杜丽娘的小旦，唱的正可谓是尽善尽美。不要说你那牡丹亭了，我们这里呀，在选花王牡丹，你猜猜选的是哪一国啊？嘿嘿，这倒有趣，让我来猜猜。肯定是宝姐姐。哎呀，太对了！就派你做一件事，做一朵牡丹花献给你宝姐姐。是。我到潇湘馆去找他。好，我也去。去吧，我们先去入戏，等他们来吃酒。哦，送花神娘娘的人吃酒去了。你们两个平日整天在一起玩，今天怎么把他给丢了？我到这边，你到那边，我们分头去找吧。宝姐姐，你真好，我跟你一起去找。
桥，上下一边赞扬声。他是牡丹田富贵，送把花生过森城。我是小巷一枝竹，只相西风。一时魂，迷失他们在找我呢，让我去喝酒看戏。我会坐在宝姐姐身边，让别人偷偷比较，悄悄议论，暗中嘲笑吗？我不去。林妹妹，是宝玉在喊我。是宝玉一个人，没有宝姐姐了。对，我去找她。可是才那朵牡丹花是宝玉插在她头上的。老祖宗和莲二嫂还说了那些奇怪的话。对，我要问问他。可是问什么呢？林妹妹，林妹妹，哎呀，林妹妹，你让我找得好苦哦。你一个人跑到这里做什么来了？在做事吗？怎么，你病了？哦，你是怪我多次去看戏没带上你是不？我是想先去看看好不好看，看到精彩处再来叫你。可是，一看到精彩处，我就舍不得走了。喏，我该打，我该打。对了，好妹妹，你是一个人清静惯了的，受不了这闹哄哄的日子，头痛是不？我也头痛，可是我大小也算个男子汉了，要应酬，要结交各色人等。少时我还约了一位唱牡丹亭的小旦来会会，你先回去，回头我到小相馆来看你啊。宝玉，二爷，二爷，二爷，那个演小旦的叫来了。哎，要说请。哦，那个演小旦的请来了，快。那好吧，你们谈，我走了。你不认识啦？好妹妹，她唱的真好哎。林妹妹，林妹妹，林。哎，二爷，他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快！哦，这就是宝二爷。哦，
久闻宝二爷大名，幸会。幸会。不必客气。怎么，你就是方才那个演杜丽娘的小旦？下一出是林宠夜奔，我演林宠，正在改装。请坐。请。请。请。嘿。真是不可思议，方才还柔情似水，千娇百媚，怎么一下子竟变成撒爽英豪，堂堂许梅？那个演小旦的，真的是你吗？怎么，你不信？来，你看。奇怪，真是太奇怪了。不好意思，都不收人呐。啊！只怪我今生今世投错了胎。海明，哎呀，你看妙，真是太妙了。怪不得说书人唱过“夜行依靠，结杂停当”。看我糊涂的，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。姓蒋，蒋一汉。蒋一汉。听说会班中有一个叫齐官的，如今名驰天下，大江南北无人不知，我却没有夫妻认识。请问他现在哪里？齐官，齐官就是玉汉的艺名。哎呀，幸会，幸会！没想到一代名家就在我的眼前。来，我来帮你。哎，不。对了，这个我晓得。哦，《水浒传》里讲过，这叫范阳丽啊。对。包二爷，这些年来，我闯荡江湖，见过了多少王公贵族、名门之后，可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礼贤下士、平等待人。堂堂荣国府的贵公子，却没有半点骄奢气、纨绔气，实在令我钦佩。既然你这么看得起我，那我们就做个知己好友吧。啊？你我？对，约翰，保你。约翰，往后我可以经常
想到钟氏王府来找你玩耍。宝玉，你我既然已经结为知己，有一件事我就不能不告诉你呀。玉翰近日就要离开忠顺王府了。为什么？哎，身怀绝艺，海泪扬名，关在王府心痛切。今夜于是重任王府，切齿男儿何以甘心？我不写就天上的山路，只想做个难忘生长去人。自叹风香满了天舍，总有一日你出也奔。约翰啊，这下我更佩服你了。约翰，往后不管你到哪里唱戏，设法给我捎过信来，免得我苦苦挂念。看来我一时也不能登台了。忠顺王势力大，耳目多，从今后我只能隐姓埋名了。怎么，一代名友就此销声匿迹了？不，换一个飘飘洒洒的自由人。告辞。一个飘飘洒洒的自由人。哎呀，他往后不再唱戏了。对，我找林妹妹再去看一出。宝姐姐，宝兄弟，你在这里。二爷，宝二爷，老祖宗传话，说4日宴会正等着你们呢。宝兄弟，请啊。宝姐姐，我想找林妹妹一起去。我刚从林妹妹那里来的，林妹妹说她有些累了，我已经伺候她睡下了。宝姐姐，你真好。二爷。
结去一生情回不远。哎，水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你。妹妹慢走。今天早晨我去敲门，你也不开。现在你又不愿理我，我只说一句话，任你从今撩开手。一句话，你说吧。两句，可以吗？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当初怎么样？今日又怎么样？你说吧。当初是两人一见便贴心，比杀处理小盈盈，一起做事一起无完，天天相伴到三更。我是家中不孝子，只有妹妹是只因本该知终身，谁料越大越烦心。我有错你说明，打我骂我也甘心。不明不白你诉冤我问天问地问究竟，你这样也是自作孽，看容颜你走了好几。你再也莫要躲在门口怄气了，只要是我的门，你推不开就敲，敲不开就叫，叫不开呢叫不开，叫不开就踢，踢不开呢就砸，砸不开呢就叫一群小厮扛着木头来撞。要是撞不开呢，那干脆放一把火烧掉它。我就不相信天底下能有那么大的门栓，能把我们两个挡住。从今后再莫要离门外，你的心儿两个开嘛呀不嘿，推不开就敲，敲不开就踹，踹不开就砸，砸不开就叫人来嘛呀不嘿，叫人来叫人来，你把大火烧起来，烧起来烧起来烧
么你我两分开？好妹妹，方才我看了一本好书。那是什么书？躲躲藏藏，拿来看看。是父亲叫我读的《四书五经》，随身带着，没有什么好看的。四书五经，你会随身带一本《四书五经》？哼，刚才还说的好听呢，现在又在我跟前弄鬼了，不是？拿来。好妹妹，给你看我是不怕的，只是不能让第二个人晓得。这可是一本好书，你要是看了，连饭都不想吃的。西厢记。好妹妹，不信你看。这才是绝世的好文字，是我叫裴明偷偷摸摸从外面弄进来。哎呀，真是一路惊险。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要把这样的好书禁掉，不让看，却偏要拿那些又讨厌又乏味的书要我天天看，句句背。明天我非要叫裴明再弄2本进来，我们2个一起看，我就敢说张森和茵茵是天底下第1等可爱人，他们有胆识，爱就爱了，敢作敢为。你去哪里？我去找舅舅，问舅舅这书看得看不得。这可死不得，这开不得玩笑，开不得玩笑。你刚才不是还在说敢作敢为吗？原来是面而不秀，一个营养那墙头。好啊，原来你是早就读过这本书了，连里面的词句你都背得出来。是刚才翻到的，你能过目成诵，我就不能一目十行。不对，我看着你的，你翻不到那里，就不准我猜到，就不准我与王师傅不谋而合。算了，好妹妹，你莫要再装了，我们2个哇，臭味相投，彼此彼此。我喜欢看的，没有你不喜欢看的。你爱的东西，我也一定会喜欢的。就像这书中说的，我就是那多愁多病身，你就是什么事？忠顺亲王府里来了人，要找二爷问蒋玉菡的事。老爷的口气，哎呀，老爷气得一脸贴气。你，哎呀，这事情说来还真来了。好妹妹，看来今天的一顿打，我是逃不掉的了。妹妹保重，我去了。宝玉，那书，妹妹收好，等我挨过屁股再一起看。
裴明，走。哎，走。不肯读书亦难忍，竟敢有当也有理。老张一起李老爷，宝二爷来了，叫他进来。是。果然是忠顺王府来了人。参见父亲。这，请问公公，忠顺王爷近来可好？该死的奴才！你讲，你做了什么无法无天的事情？我不知道做了什么错事。我问你，你可曾结交过忠顺王府的一个名叫齐冠的戏子？那齐冠曾到我府献艺，有些认得。公子把他勾引到哪儿去了？公公，请你不要听信传言。忠顺王爷大发雷霆啊！慢说是公子阁下，就是宁尊大人也吃罪不起，不必掩饰啦。若是将奇观隐藏在大观园中，就趁早把他交出来，或者知其下落，就早些说出来，本官也少受些辛苦，你宁尊大人也少些麻烦。实在不知，恐是讹传。哼哼！奇官与公子兵马游街，出入茶楼酒肆，京城之中，世人倒有9人知道。公子，你又何必隐瞒呢？奴才，你还不快快从实的讲来？公子啊，只因尊府不比别家，忠顺王爷才令下官来求宁尊大人转于公子，将奇观放回。公子，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公公，那奇观愿不愿意在忠顺王府里唱戏，那是他自己的事情，与宝玉何干？宝玉倒要请教大人，那奇观是不是卖给了王爷？
没有卖给王爷。既然没有卖给王爷，那他为什么不能离开王府？他是戏子，王爷愿意留着他取乐，这是他的造化。那戏子也是人嘛，啊，又不是王府里的奴才。啊，你，何况他是万人仰慕的一代名友。民友，什么民友不民友？他不辞而别，就是逃走。他住在城东紫檀铺自己的家里，那怎么是逃走哦？那是回家，回家，你懂吧？你挖苦我没有家，上官息怒，上官息怒。算喽，算喽。林公子，既然已经道出了奇官的住处，下官就此告辞了。上官大人，下官已设下不久与上官大人赔罪。你们家的酒，我是再也不敢喝喽。上官大人，老大人，林公子虽然年轻，可比你懂事多了，真是门庭有望啊！顺轿子，顺轿，宋大人，后会有期。父亲，我混账！老爷，拿绳子来，拿棍子来，前后门给我关上，将奴才捆起，与我着实地打！老爷，滚开！老爷，棍子打！二爷，混账！与我着实地打！是。滚开！我打死你这家门不孝之子！拿绳子来！拿绳子来，勒死这个畜生！累死也好，这世界报应我不着了。老祖宗到，家珍，你把我也一起勒死吧！母亲呐！师徒紧紧情。
泪水无声。
我心，挣扎走出怡红院，小相关去把他寻。林妹妹去。是林妹妹这里好啊。这是林妹妹的试稿。那天晚上，林妹妹前来看我，两只眼睛哭得像桃子一样。我就把这方手册给她擦泪，她竟在上面题了诗句：眼空蓄泪，泪空垂，暗撒仙袍，却为谁？你为的是我哇！师父教小劳解赠，叫人演得不伤悲。要是被别人发现了，岂不又要生出是非？
几时来的？子娟他们都到哪里去了？不要惊动他们了，就让我在这里陪妹妹静坐片刻。这些天我被他们烦透了。我还是做远些的好。你瘦了，你也，我已经好多了。好妹妹，我知道，就在我迷迷糊糊期间，你来过好多次。我有许多话要跟你说，可是那时候我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。我只想对你说，我长大了，懂事了。
正所谓日久见人心，就在我将死路过的那今日，他在我耳边细叮咛，春风赤膊吐梅味，软语款款说真经，想不到平日也敬重的女儿身没有真情，没有魂，此情到此全凭的这世间之神，你我无力两国现在，我便问你一句话，你如何回答？你讲吧，你听着，宝姐姐和你好，怎么样？你不和她好，她偏要和你好，怎么样？你们不想好，可别的人偏要你们好，怎么样？林黛玉呀，哪怕爱火滔滔，红尘滚滚，我只要
那口情感的深井，真可谓任凭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饮。那涛涛爱火，要是把你漂走了呢？井水不犯活水，活水漂不走深井。那口井要是崩塌了呢？那就一起埋入地底，绝不随波逐流。府门第一戒，不说谎话。菩萨作证。哪怕那爱火滔滔，红尘滚滚，我只要那口井，菩萨作证。老祖宗找我来有什么事吗？把这个学舌的鹦鹉挂到远处去，你们都出去，不叫不要进来。有什么大事？凤丫头，你走近些啊！老祖宗，今天何太太找你来，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啊，老祖宗，有什么事您只管吩咐。不说，想必你也知道，宝玉近来的病况。哦，知道。只怪他父亲管教严，不许他胡闹与贪玩，这不许来，那不许，如今逐渐变疯癫，叫他吃饭就吃饭，不过他说话不开言，这样下去怎么办？你可有领我与仙让我开药方子。唉，只怪他父亲管教太严，成天关在书房里，动不动还要骂，日久天长，闷成这个样子。前几天我跟他父亲说过，他是任性惯了的，不能操之过急。这几天有没有逼他读书，可还是不见好转。大凡生病总有个闭源，只
只要把病源找出来，什么病都会好。看来宝兄弟的病源还没有找准呐。宝玉除了他父亲管束太严，还有什么其他的病源吗？讲啊，老祖宗，我看宝兄弟该成亲了。成亲正是。凤丫头，你这话真哄我意。那你说说，到底该娶哪位姑娘为好啊？你倒说说，该娶哪位姑娘为好啊？哟，你们就是叫我开这个药方子啊！真是。老祖宗平时最疼爱林姑娘，宝兄弟最喜欢林姑娘，为什么还要问这个问那个？这明明是选中了另一个人。他了。好啊，他有学问，有人缘，精明能干，不露声色，又是太太低低亲亲的一侄女，过得门来里外一把抓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我搁在哪里呢？凤丫头，你想好了吗？老祖宗，我想了半天，这不是明摆着的，还能有第二个人吗？讲明白些。以后你做么事一定要我们说呢。你最明白我的心思，不就是你最疼爱的那一个吗？哪一个？不就是你的心肝宝贝外孙女林妹妹吗？你倒说说，宝玉的病源怎么就出在林丫头的身上呢？老祖宗，他们是天生一对砒霜，一传来一出长，只因为近来岁数大，看到把心思哎呀那埋藏，没有人出头为他们来做主，也在心头结在肠，结在肠，也结在心，成了病，神仙也难用药方，用药方，只要东方炮竹一声响，两人从此喜洋洋，这就叫心必欢喜心悦之，老祖宗怀里现成方，现成方。凤丫头，你可曾听说一个金玉良缘的花儿吗？你说的是有一个金锁子的宝钗妹妹？真是，我早知道看上了那个厉害人。黛玉是我的外甥女，她聪明灵秀，没有一些俗气，学问品格又在众姐妹之上，只是过于古老，性子犟了些，身体又比较虚弱，不像个有福寿的样子。不如宝丫头懂规矩，有涵养，能持家，稳重平和，
那天替他过生日，你不也称赞过他吗？哎呦，我说老祖宗，你的记性可真好，还记得那天过生日的事情啊？到底是您见得深，看得远，想的做的就是和我们不一样。宝妹妹真像是您说的一等人才，哪像我们这样的草包？况且她又是太太低低气气的姨侄女，和宝兄弟也是相亲相好的，这没有什么可商量的，就这么办了。不过什么？啊，林妹妹正在病着，万一听到这个消息出了什么意外，比方说一下子撅过去回不来，那不也对不起我那死去的姑妈吗？这我也为此担心。不过像我们这种人家做女孩子的，是不准有这种心病的啊。是啊，不过老祖宗，李妹妹那儿暂且不去管她，可我们为的是宝兄弟治病，谁都知道宝兄弟最喜欢林妹妹。要是他知道娶的不是林妹妹，必是家中哭哭啼啼疯疯癫癫，万一出了什么乱子，那可就铸成大错，无法挽回了。他可是我们贾家的命根子，他一旦出事，我们贾府还有什么指望？那依你之见，娶林妹妹三全俱美，娶宝姑娘只怕三败俱伤。黛玉是我的外甥女，宝钗是我的一侄孙女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要紧的是，你我贾家王家不能沦落了薛家，我们三家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呐。老祖宗思来想去，宝玉不得不与宝钗联姻啊！这不要了林姑娘的命了吗？这也是命啊！宝玉，哦，那宝兄弟那边怎么办呢？男子汉们有几个不是三妻四妾得陇望蜀，少年情怀算不得正经事。依我看，只要大礼一成，生米煮成熟饭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。我意已决，去宝丫头定下来了。到时候就怕你心疼孙子，玉不琢不成器，该琢该磨的时候，心疼又有什么用啊？花烛之前说是林妹妹，花烛之夜是宝姑娘，千万要稳住宝二爷，不许有一点风声到潇湘。青坊桥边，风寒水冷，我们
去吧。我多时不到此桥头，不负年华留一秋，花花树树都一家，树树花花同带走。垂杨迎风摇曳，我看它呀一点也不丑。它秋来根绝腰肢松。姑娘，你看这一带菊花、海棠、万紫千红，你看这些小粉儿，都是我亲手筑起的座座香丘。姑娘，这秋风连我都经受不住，我们还是早些回去，改日再来吧。紫娟，你以为我还能常来这地方吗？这怎么说？好几天小巷关，不见人来走，这般冷落又远又红。欲报雨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为什么萤火深深无扁舟？是呀，宝二爷这些天是怎么回思呢？像是他病也重了，本该我去看他的，可我又病成这样，宝玉不来，小香馆成了人迹不到的破庙，你还没有觉得吗？我已是这儿不余的人了。姑娘，我已是陈才把酒，有一桩大事在筹谋，瞒着你也瞒着我，不让有一丝消息过鸿府内会有什么大事要这样瞒着我们呢？不用问了，来，紫娟，慢慢扶我上那假山石去。姑娘，你别疯吧，
你就在这儿望望吧。我要站上高处，或许能看见墙那边姑娘。这是什么声音？鼓乐之声。奇怪，府内会有什么喜事？什么喜？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！啊，雪，姑娘，姑娘，雪雁，雪雁，姑娘，姑娘，你们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
老太太他们看林姑娘灵柩来了。宝玉来了没有？宝二也来了，老爷他们也来了。你要多保重啊！老祖宗保重。人间永华，你未曾想。林妹妹。
宝玉孙儿，你看，这么多人来送黛玉一场，也算对得起他了。今天是你的好日，我们回去吧。啊，回去吧。宝玉儿，老祖宗在跟你讲话呢。多谢你们生了我，生了我这有灵有肉身，事到如今我全清楚。再不会惹你们生气伤神。今天我不想领酒归，只想诸位求过情，求诸位推一推，留下我宝玉一个人，让我为他守灵，让我与他尽。
敲门。今天我敲喊门都没有，中和着门板，无人应可记得你我曾在此地里生死梦，天下梦事有多少？此时此手或是对天地，绝不枉做一遭人。恨之谋是千军生死两分，茫茫大地太不公平，万般罪孽渡过不问，天对你我毫不留情，小县中断之情或许无天界行地，凭谁是问？走了也罢，如此红尘。宝二爷，蒋玉菡看你来了。宝二爷，那个演牡丹亭的棋馆看你来了，就是那个逃离王府出走的棋馆看你来了。出走。二爷不见。